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小油喵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套在决斗社很常遇到的速转雷。速转雷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的闪电。然后我今天没有带我们的凤凰，我们带一张狗狗。狗狗在你使用法术牌的时候，它会跟着降费。然后我们这套又是很多的法术。然后我们带上一张符咒倒转，因为来让我们的三步杀或者是我们做结场都很方便。可是我带上符咒倒转是主要是拿来打双雷，就是打一张6费的雷，加上一张4费的雷。然后我们妙丽的回响，它在你使用3张咒语卡的时候，你的手上最高的那张咒语卡，它卡片等级还会再加1，所以我的雷的话会变成15级的雷，而且如果你符咒倒转回响洗得好的话，可以加2或加3的话，那你的雷还会再上去，他们是会叠加的。然后我带了一张雾，就是因为很多的雷，而且跟生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躲在里面。然后带了一张冲冲弓跟扫把，可以打一个小 combo， 或者是做冲冲弓来解场，都是不错的。而且如果对方是丢小蜘蛛群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扫把去把它的血量减半，让你的雷可以更好把它们劈死，来触发全屏雷。因为大家也很多人会带雾，所以我拿了一个单书去破雾。虽然说它很容易死，但是至少能电到一下的话，那我们的雷后面的伤害就会一直电得到的。那我们如果就算你不要打双雷的话，或者是做其他的速转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降我们的3步杀，做一个清场，也是不错。然后我们伙伴的部分的话，我第一个是带我们的妙丽，它可以在你第1回合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打出双雷或者是3雷。这样的话，在对方没有雾的情况，或者是做清场的话，是很方便的。第二个部分，我原本是带隆恩，可是因为这周隆恩被禁，所以我带了一张麦教授，做一个全场的 debuff， 然后做一个增伤之后，我们的雷打下去的话，也比较容易可以打出100多的伤害，来做清场或者是做一个加速的斩杀。最后的部分，我们带上一个海格，因为我们没有金探子，然后我们可以回步数跟额外的血量，而且也可以拿海格车去撞我们的敌方生物，或者是去撞人家的人，都是可以的。那怎么操作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实战片段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场。有雾，我们先放个雾吧。丢个扫把躲一下伤害，然后丢一本单书过去。我们准备开始打雷了，囤个费用。这看起来有点像人机啊，下妙丽，然后直接下一个3雷。下个雾，妙丽如果你有卡住的话，那就不要用那个扫把。如果硬要用扫把的话，那就直接原地飞就好了。像这样原地飞就好了，比较能卡住我们的妙丽啊。我们妙丽没了，然后继续等。好，继续下雷。我们这样的话，平均都是每次打雷都是双雷，这样伤害会比较高一点。我们等这雷打完，先下个冲冲弓，然后下个雾，然后下麦教授，然后一个3步杀，然后再一个扫把。下个狗狗，然后继续打雷，他把我的麦教授弹回来了，稍微卡一下，再下个4倍雷，
然后冲攻去前面帮忙解个场，解不到场，那我们就用扫把带过去，把他的麦教授给解了，然后再下一个雾。我们下一个3不3，把前面人弹一弹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继续打雷。你们符咒倒转不一定说一定要降费到雷，就是如果说能输出的话就输出，如果不能输出的话就一样看环境去做就好了。好，又倒了一个，哎，刚好电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把。好，我们第2把，看看对上什么。我们有冲攻，加扫把，刚好躲过了一个变形。我们走位，下个雾。他们现在有雾，那我等雾没有。好，可以开始打雷。然后再打一次雷，虽然说7倍雷比较贵。哦，他刚好把我弹开了。下个冲攻。先带过去吧。丢个雾。好，弹，没弹到。那继续打雷。我们下冲攻，加扫把，我们稍微躲一下伤害，躲过一个龙炮。我们可以丢个单书去过牌。这狗狗怎么跑进来了？如果你想打双雷的话，那就是先要把我们的3不杀先弹掉，然后下麦教授，然后打雷，它就会降费到雷上面了。然后继续下双雷，然后再下一个雾，2个都直接被电死了。那我们来看下一把。好，我们来到第3把。这次是什么样的对手呢？没有什么好的牌，先丢个单书过去，然后丢个扫把。哦，海格2火，那我们丢个雾。我们队友是哈利，稍微走个位。配海格3书哦，那我们往下走，稍微卡一下，然后丢双雷。丢个3雷，然后一个冲攻。这时候我们妙丽好了，可是手上没有雷的话，那我们就直接丢3不杀做清场。我们再需要一个扫把，我们丢个雾。我们的队友快往生了。他好像没什么在动，先拉他，然后开打雷，再打一次。我们去后面把麦教授放下去，然后下冲攻，等他变形完冲攻，然后一个3不杀帮忙解场。虽然说下单书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降费到我们的雷，可是我们队友快挂了，我们再丢个单书过去，我们队友又挂了。
那我救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打雷。然后下一个狗狗跟冲冲弓，然后降费的三步杀加扫把，上车，然后继续打雷。好，换我们上车，然后打雷。队友有没有意会到呢？看来是没有哦。还被犀牛顶了一下，那我们就直接下车了。我们直接一个冲攻，加三步杀，走位一下，个扫把先让下车，没下车，那打雷，再打一次，下个雾。我们队友是不是都没移动啊？20几步，下冲攻，加三步杀，走位一下，一个扫把，加一个雷，再一个雷，然后下个狗狗，然后一个雾。冲攻，我们先去换血好了。我们直接踩在上面，然后等一下起来就可以直接一个7倍的雷。好，打7倍的雷，然后站在前面帮忙扛一下伤害。好，然后放一个扫把，然后降费过后的三步杀。丢个雾给队友，因为队友倒2次了。然后打雷，他把2火拍掉，稍微保一下队友，再打一个雷，然后一个冲攻，加我们的扫把，然后一个三步杀，再丢一个雾给他。哇，队友，哎呀，队友应该打后面的，或许我们有机会会赢。好，打双雷。小蜘蛛群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用一个扫把会好一点，因为它会直接压到对面去。哎，一个三步杀，一个险胜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是到这样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按赞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